31岁上午举行国定国籍赤坎楼修复工程的动土典礼，现场也请到希求国小的学生为活动带来国乐的表演。活动现场由台南市长会推带领到相关局处的局长做伙伫文化部文化资产局，阁有真侪位议员的见证之下，龙推启动动土的仪式，祈求一切平安顺利。主持人说这个每到台南必到赤坎楼，但是除了赤坎楼之外，台南在近几年来有许许多多新的文化景点也都出来了，但是老字号的赤坎楼永远不能被抹灭掉，尤其它某种相当程度在很多风景图卡上，在很多我们的这个阅历上，在很多台南的意象上，赤坎楼或安平古堡一直是重要的一个点之一。那我想赤坎楼是位居在我们市中心的蛋黄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慢慢也需要再进入整修了。尤其大家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02、06地震，我们曾经有个地震那么大。那当然在建筑物的结构方面，在它的内装上，还有在外观上，都需要做一番的检视。所以非常感谢文资局能够拨出经费高达6000万那我们是自己付20%，好，2300万。市长表示，虽然最近几档台南增加真侪新的观光景点，但是台南的赤坎楼佮安平国宝对台南的意义上是咱袂当甲放袂记哩的。这摆修复工程会开6040万，透过新的工程技术，互伊会当保持原本的模样，同时佮加强建筑的强度。预计伫咧113年的10月份会完工，希望会当如期如期的完成，赶伫台南建成400栋的重要历史时期进程。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